伊朗打仗現時係最大嗰單新聞啊，但唔知道係咪因為喺2000年嗰一年發現伊朗有一群殺人海豚，呢一個會唔會係觸發呢個戰爭嘅原因之一呢？美國嘅 Military Dolphin Program， 俄羅斯有個軍事海豚 Program， 烏克蘭嘅海豚戰鬥計劃，四大有海豚軍事計劃嘅國家都係現時打仗，會唔會喺海底中心有一群海豚四面廝殺呢個局面？我知道呢個係好黐線嘅一件事。之前大家聽咗個星門影片之後，話想聽啲更爆嘅事情。我知道今日呢一條影片係十分之黐線嘅，但你聽我講最近呢一個故事，喺3月初喺美國佛羅里達州，一名叫做 Ricky James Hollowell 嘅33歲男子被本地警方發現喺赤腳曬傷同差唔多全裸嘅狀態下被揾到。Ricky 就同佢哋講，佢被一群有意識甚至有計謀有人性嘅海豚綁架，逼到去水底，要佢幫助建立一個海底建築計劃，一啲嘅 building， 現時先被釋放咗出嚟。當然會被嘲笑啦，就話睇下佛羅里達州啲人真係食搞毒品啊咁樣，但亦都有一班人話相信佢呢一個故事係真嘅，即係譬如話點解咁多年嚟同海豚溝通係會係犯法嘅一件事呢？海豚會捉一隻冇嘅海豚去輪姦呢啲人性嘅行為，或者佢會話同女人去交配，甚至有啲 dolphin births 你會睇到佢哋會幫助人去生仔。好似海豚係一個同海底世界嘅一個密碼，而呢一個男人 Ricky 佢自己有咩神秘身份，甚至佢解釋埋點樣可以喺水中存活咗咁多日。咁呢個故事係咪真係一個食咗毒品嘅人作嘅故仔，定係佢有一個更深層嘅意義？而呢一個嘅意義會唔會導致我哋更加了解其實我哋嘅大海唔係我哋想象中淨係水咁簡單呢？首先浮現 NordVPN 呢啲海底網絡，我哋用佢解釋海豚綁架事件真相，因為 Internet 係透過海底 cable 將網絡資訊送俾你嘅，好神奇啊！NordVPN 為涉獵到全球佔71% 嘅大海，用 NordVPN 布遍180個國家嘅8000幾個 server， 無論乜嘢 malware 嘅危險廣告或者病毒 ，NordVPN 都可以整乾佢。Phishing 即係話人用釣魚嘅方法攞出你嘅銀行啊、email、social media 所有密碼，NordVPN 就將你從魚變翻做人。無論你係咪喺遊艇上 phishing 或者機場咖啡室，邊度幾時用 WiFi 都保護到。咁嗰啲神秘 USO 都阻止唔到全2026最快 VPN。所以 DeepWebKit VPN 呢個 page 深海處嘅下面第一個連結或者我嘅 pin comment， 你撳落去輸入我嘅私人 code DeepWebKit VPN。俾你簽2年嘅 plan， 有4個月額外送俾你，又有30日退款保證，咁好滋潤你網絡生活同埋個人私隱嘅最威水嘅 NordVPN 一定要有啦！喂，真係唔係水嚟噶 NordVPN 點解同海豚傾偈會係犯法？呢個片名我會同大家講。小時候我經常發一個漂浮喺大海中心嘅噩夢 Thalassophobia， 驚深不可測嘅海係原始嘢，所以2014年 Miami Beach 為唔想讓嗰啲漲潮衝上岸邊，花咗3億建造60個 anti-flood pump。又喺佛羅里達州嘅 Ricky 被綁架嗰邊啊，好似彷彿 Florida 嗰片海常常想侵蝕上嚟一樣，根本就係我嘅噩夢。咁如果係真嘅，想衝上水面嘅會係啲乜嘢？根據美國眾議員 Tim Burchett 一啲嘅 quote，每小時數百英里速度嘅一啲嘢，再講佛羅里達州附近係藏着海底外星人基地，都係佢講㗎。令人翻去嗰個海豚綁架人事件，喺嗰度 build 嘅嗰樣嘢係咪就真係外星人嘅基地呢？咁如果係呢啲嘅所謂海豚同外星人係有啲乜嘢嘅關係呢？首先要由 Ricky James Holloway 嘅背景去了解，佢唔係真係一個黐線佬嚟嘅。Ricky 係一個有 MIT 碩士學位嘅航空航天工程師，更曾經同 NASA 甚至美國海軍工作過。若果真係要綁架去做啲所謂海底嘅 construction， 其實綁架佢都算係合理嘅。而揾到佢嘅原因係因為當日凌晨5點45分 Sanbiel Causeway 上，佢被見到全身濕晒，差唔多全裸，淨係着住條泳褲喺個沙入邊瘋狂地畫圖蹟。佢身上亦有好多傷痕，同埋有嚴重嘅 sunburn。嗱，唔似惡作劇或者啲咩啦。
跟住 Lee County 警局到達之後，問 Ricky 做啲乜嘢 ，Ricky 就告訴佢哋一個驚人嘅故事。佢話3日前一個星期五嘅下晝，佢喺 Fort Myers Beach 自己一個人游水，被一群歡吻海豚包圍。原本係冇啲乜嘢嘅，但慢慢佢哋將 Ricky 推到海中，被帶到差唔多離岸40尺，要佢幫佢哋喺水底建造一個全規模水生棲息地。而根據 Ricky 喺沙入邊所畫嘅嗰啲圖則，你係會睇到整個 outline 係出咗嚟嘅，包括啲幾層樓嘅一啲嘅 condo 嘅嘢啦，或者甚至一個好似市中心啊 town square 嘅嘢。咁其實呢個事件出咗嚟有2大問題啦，佢點知道要build一啲乜嘢呢？同埋第二就係佢點樣去喺水底度生存到？咁佢就話其實一早嗰啲嘅海豚係憑一啲嘅吹哨聲同埋一啲嘅叫聲係同佢溝通嘅。咁其實佢話久而久之咧，佢係了解咗一個新嘅語言一樣，佢彷彿好似係能夠同呢啲嘅海豚溝通。咁第二最重要就係佢點樣去生存到咧喺水度？佢話其實有一啲好似波咁樣嘅嘢咧，係包圍着佢，讓佢可以喺水入邊都呼吸到嘅。係話當時同佢即係溝通最多就係佢哋嘅首領，一個就叫做 Gerald 嘅海豚。咁樣咧仲唔係精神病咩？咁但係其實之後佢去醫院 check 過，佢 delirium 啊，或者 psychosis 啊，或者頭部創傷導致幻覺呢啲嘢都完全係冇揾到嘅。但反而佢身體狀況係證實咗佢講嘅嘢喎，話佢嘅肺部係揾到有海灣嘅海水，甚至個鹽度同離岸30至50英尺嘅樣本根本上係匹配，或甚至喺肺部殘留一啲嘅微小嘅海洋火粒都係揾到，所以其實佢身體係確認咗至少佢真係去咗游出咁遠咯。而呢個新聞 break out 咗之後，由3月11號起，有 Florida 各個沙灘上有達44個海豚屍體衝到上岸。點解突然之間有咁多死咗嘅海豚呢？官方都冇實質嘅解釋，佢哋就話咩有啲係人為因素啊。咁當然啦，會唔會係俾人殺呢？縱使一個好近海洋嘅地方，44個屍體由3月11到至今，絕對唔正常嘅一件事。係根本上嗰啲海豚本身唔可以同人類私自有溝通，係破咗咩嘅規則，導致自己被佢哋嘅群族就地正法啊？定係政府想 send 一個 message， 人同魚係根本上係冇可能嘅？所以就如好多網絡人所講，呢44隻死咗嘅海豚就係同 Ricky 嗰單嘢有關。而點解人同海豚溝通會係犯法呢？但反而你睇到好多有美人魚嘅片啊，嗰啲反而就冇問題喎。而其實由古埃及已經有美人魚石場，以及話有一個女人被美人魚綁架咗，同佢哋生活咗足足40年。佢講嘅嗰個呼吸方法同今時今日 Ricky 講嘅呼吸方法完全係一樣。魚綁架人事件唔係單一發生啊！所有呢個美人魚講解，我都喺我之前拍嘅會員影片有講，撳下面連結你可以馬上睇到呢一個美人魚片。Ricky 海豚綁架事件最尾個恐怖係 Ricky 同我哋講，海豚話佢哋會翻嚟再邀請多佢一次，翻去海底完成佢嘅建築計劃。唔知道現時死咗嗰44隻海豚會唔會導致呢件事件唔會發生啦？ Florida Fish and Wildlife Conservation Commission 直情出咗新聞話會調查，好似死咗人咁啊！而我 search 點解人同海豚溝通會係犯法，發現原來海豚講到好似政治人物啊或者貴族一樣。OK，harassment 騷擾係呢一個唔可以溝通嘅最大主旨，就係話怕人去騷擾到海豚。喂，咁其實如果你對比其他所有嘅動物，喂，人可以去打獵，佢打獵嗰啲嘅鹿啊，嗰啲嘅獅子、老虎，係咪騷擾緊佢哋呢？咁啲動物可以韞喺籠度被當係寵物，係咪又係騷擾緊佢哋？放入 zoo 係咪騷擾緊佢哋？點解全世界咁多動物只係騷擾呢一種嘅海豚？
先至係犯法呢？咁係咪就係話海豚根本上唔係動物咁簡單？係咪有啲嘅水底有智慧嘅人種啊？唔去騷擾一啲嘅人，而唔係魚。當然我都知道我哋今日呢個 topic 可能有啲人覺得哇太前衛啦，只知道我哋臨走之前想俾你睇到原來 NASA 一直去 explore 緊個 ocean 嘅。其實太空同埋海洋、外星人同埋海豚係咪有多出我哋想象嘅 similarity 喺當中呢？原來我哋從來接觸緊嘅都係一啲異出我哋想象嘅嘢，而我哋只不過係未被告知啫。